欢迎收听11月24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。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，在今天祷告的经文说到，他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：主耶和华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以西结书37章3节，这是上帝跟先知以西结的对话。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们可能看了今天这段经文的叙述，有些人可能会回应：不可能啦。但是先知以西结他的回应是：主耶和华啊，你是知道的。因为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整个领受意象到看见的景象到发生的事情，真的只有上帝才知道。37章一开始，耶和华的灵，耶和华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，借着他的手，借着他的灵，他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地方，好像我们戴上了这个世代的这个 VR 眼镜一样。他看见了在一个很大的平原当中，遍满骸骨，而且上帝带领以西结从这些骸骨的旁边经过。谁知道在这个平原的骸骨非常的多，而且是极其枯干的骸骨。这是一种形容，形容呢，这个人他不仅死，而且是死透了，死到一个状况是他整个骨头都枯干了，都风化被侵蚀了，代表他根本没有活的可能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上帝却对以西结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对啊，这些骸骨怎么可能复活呢？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这些长久以来的议题，长久以来的困难，如同骸骨枯干一样，能够复活吗？在这里，以西结他回应：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真的只有上帝才知道，我们真要说我们是不知道。在这里，上帝继续来对以西结说话，他要以西结向这些骸骨发预言。就在那个不可能的当中，上帝却透过先知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在这里人要宣告上帝的话。他宣告上帝的话，对这些骸骨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当先知遵命说这预言的时候，真的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地大震动，听见了许多的响声，好像这个大地震来到一样。但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这些枯骨竟然彼此连接在一起，而且这些枯骨上面竟然开始长筋长肉，甚至连皮肤都遮蔽在那上面。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先知以西结继续宣告上帝的话，气息啊从四方吹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先知以西结遵命说这预言，这些枯骨竟然不但复活，还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。
上帝在回应当时以色列真是毫无盼望可言，不仅被辱，失去自己的国家，面对极大的患难，周遭的嘲笑、冷嘲热讽、落井下石，让他们陷入绝境当中。但是上帝却在这里面做了一个人看为不可能，真的是人没有办法，唯有上帝有办法的事。上帝对他们说，我要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走出来，领你们进以色列地，而且他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要活了。然后他要将他的儿女、他的子民安置在他所要放置的土地上。我们就知道是上帝的话语，也是上帝成就了他的心意。先知以西结宣告他的话语。看到这段经文，心里非常的感动。很多时候我们处在一个人真的没办法，觉得用尽了一切方式都没有办法唤醒、拯救或是带领的情况。以色列民经历了多年的背离上帝，经历到上帝的审判，经历到失去国家、失去土地的惨况，看来是一再的失去机会，看来是陷入更深的绝望。可是上帝却用以西结让人知道，他的话语充满能力，他要做事，谁能够抵挡？他使人复活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这是上帝所做的事，也透过他的仆人宣告那带来生命的话语。而我们今天何其有幸能够领受这样的话语，更有幸的是，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，见证他一切美好的作为。这真的是基督徒们的盼望。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，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，使各样的绝境成为一个美好的境遇。只有上帝知道，而我们要来寻求他。或许我们也能够来领受，再一次经历枯骨复活的神迹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职场，在你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主啊，真的是只有你知道，而且你是知道的。主，我相信在我们面对人生，特别在近期，我们的失落，我们的绝望，甚至我们的挑战，主啊，你都掌权，而且也唯有你能够扭转困境，也唯有你知道前方的道路，接下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长相。我们要来依靠你，我们要来信靠你，因为有些事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主，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，让我们再次回到主你的面前，
主啊，你是知道的，而且我们相信也唯有你能够改变现况。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信靠你的话语，如同以西结在那个看似不可能的环境中，但他愿意宣告上帝的话，他愿意照着上帝你的心意去行，他遵命行事，而这成事在你。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领受这段经文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倩牧师。愿上帝让你经历死里复活，从绝望中经历盼望的恩典。我们明天见。